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6年1月21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个案子啊，聊一个政府和法院之间斗法。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民告官呢，一般很难告赢。在封建社会啊，民告官下级告上级，儿子告老子，不管你有没有理啊，先打一顿再說。如果你告輸了，那你就完了；告贏了，那你也挨了一頓打。總之啊，在老百姓眼中啊，心目中啊，民告官那是基本沒有贏的可能，是自找麻煩。南方周末啊，1月17號，他刊登一篇報道，叫鬥法，中級法院向市政府下最後通牒。到底是法院厲害還是政府厲害？當政府遇到法院，狹路相逢，到底誰能勝？到底怎麼回事呢？南方周末他報道啊，他說啊，朔州市政府到底什麼時候能夠執行山西省高院的裁定？2025年12月23日下午4點，孫曉東來到朔州市市政府，也想討個說法。彼時晉北的室外氣溫在零下10攝氏度左右。孫曉東是山西省朔州市益源居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投資人。益源居和朔州市政府之間糾紛並不複雜，這個孫曉東當然是個人了，跟朔州市政府之間起了糾紛。2003年啊，益源居在朔州受讓一宗土地，打算開發，後來朔州市政府因基建設需要，與益源居公司協商換地，那個益源居公司啊，他就同意了。但市政府使用那塊土地後啊，一直沒有兌現給這個益源居啊再找一塊地的承諾。怎麼回事呢？就是益源居啊，本來在這個朔州市啊買了一塊地，結果朔州市政府說這塊地另有用途，協商對吧？我給你換一塊地，那益源居同意了，然後這個市政府把那個地收回之後，但是後面呢就一直沒給人家換地，這不就有糾紛了嗎？益源居訴至法院，兩省法院均判令朔州市政府按協議解決問題。然而法院執行了3年都沒有下文，也就是民告官啊贏了，法院判政府對吧？你得按協議辦呢，得按合同辦呢。因為是行政訴訟，案件異地管轄。2024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中院向宿州市政府發送預處罰通知書，若不執行判決，將對市長吳秀林執行每日罰款50元的處罰，並將市政府列入失信名單。這個法院也動真格的啊，因為這個案子啊是民告官，所以你就不能本地法院審，就是異地管轄，所以這個案子就由這個山西省忻州市中院來審。那忻州市中院就判你這個朔州市政府敗訴，而且你的執行這個判決不執行的話，對市長每天罰50，罰個人然後再把市政府列入失信名單。結果朔州市政府在回函中則措辭嚴厲地警告忻州市中院，稱該院的執行決定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忻州市中院見狀，給宿州市政府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後者的回應出人意料，說市長和分管副市長去北京培訓學習了，待分管副市長學習過來再研究處理。你看看這個政府成了老賴啊，對法院的判決拒不執行，完了找各種理由推諉，最後扣個大帽子，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南方周末報道啊，他說起源於一塊地的糾紛已延宕20多年。過去3年，孫曉東往返入內蒙古老家和山西朔州、忻州，朔州市政府也去了不下20次。與工作人員發生一次衝突之後，孫曉東已經1年多沒有走進過朔州市政府大樓，那肯定不讓他進了，門衛都攔住他了啊。2003年，朔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有一處農場，總面積11.3萬平方米，向全社會公開出讓。孫曉東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農場位於朔州市城市邊緣，是一塊完全未開發的處女地。當時剛建市15年，煤炭資源豐富的朔州市還沒有高檔酒店，幾個股東一合計得尋一塊35畝的地塊，按照設計規劃，剛好能夠建設酒店和地面停車場。孫曉東說辦理完受讓手續之後朔州市規劃局也批准了益源居的酒店項目。
實際上就把那塊地啊準備建一個高檔酒店。這個宜源居啊啟動施工之後的2006年，朔州市政府向宜源居公司提出了換地要求。朔州市規劃局一份文件顯示啊，2006年朔州市国土局、勞動局、社會保障局要新建辦公樓，經請示市政府分管領導，並經開發區領導同意，和宜源居達成協議，在開發區範圍內找適量土地置換宜源居的公司地塊，用於綠化。2025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記者在現場看到，朔州市政府啊在那塊地上建了一棟辦公楼。朔州市退役軍人事務局、醫療保障局、人社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等職能部門在此辦公。原本屬於宜源居公司的35亩土地被建設成停車場和城市綠地。也就是啊，你一个民营企业合理合法的从市政府那买的那塊地，結果市政府他變卦了，他自己又看上那塊地要蓋市政府大樓，你說這叫什麼事？這個就有點像這個特朗普啊看中了格陵蘭島。按照朔州市政府的承諾，宜源居應該獲得一塊置換來的土地，但是直到2010年5月，朔州市才拿出置換方案。根據這個朔州市相關文件啊，朔州市將在良都路西側引黃調度中心南側預留45畝土地，用於置換宜源居的土地。總體原則是等價不等量置換，也就是拿一塊更大的地或你那個小一點的地，這樣你也不用加錢。朔州市國土資源局啊，對於2010年置換方案的解釋是，由於種種原因，土地置換問題遲遲未能解決，項目也無法落實。在這份文件裡，朔州市國土資源局提出了新的置換方案，建議朔州市政府從廣安路南側、梁郡路西側儲備存量土地中給宜源居置換。不過，從在案材料看，朔州市政府並沒有對新的置換方案給出處理意見。一直到2015年8月，宜源居的土地已被換走9年，股東內部開始出現重新審視這個項目的聲音。孫曉東說啊，有股東算過，如果按照正常的項目開發進度，他們的酒店最晚在2008年也能開業，但因為置換失敗，他們不僅顆粒無收，還面臨朔州市高檔酒店市場入局者增多，市場競爭日漸激烈的局面。也就是這個最好的時光過去了，對吧？掙錢的大好時機過去了。他如果現在蓋酒店，那不是純虧嗎？但是2023年蓋酒店，那正好趕上大發展，对吧？就是風口錯過了，這個也有道理啊。那麼就要起訴市政府啊。2020年下半年，宜源居與朔州市政府進行多次協商。孫曉東回憶啊，時任朔州市副市長伍岳飛、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局長具志強以政府協調解決問題師出無名為由，建議公司起訴。說白了啊，我理解的是就是新官不理舊賬，對吧？這是上一任領導搞的，或者是以前的當官的搞的，到我這兒我也解決不了，你起訴吧。或者是啊，你對吧？你跟前任領導勾兌的好處他拿了，他已經走了，對吧？到我這兒我來擦屁股，人家也不理。在我的直覺中啊，能在那兒搞35畝地開發高檔酒店，那也不是一般人吶，那跟政府肯定是有勾連的。這個資源局局長啊，於2022年3月落馬，伍岳飛於2024年12月調任省內國企總經理。2026年1月14日，南方周末記者向伍岳飛求證，當表明來意後，伍岳飛稱正在開會，隨即掛斷電話。宜源居於2020年10月9日將朔州市政府起訴至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訴請宿州市政府履行置換承諾並補償經濟損失。庭審中，朔州市政府解釋是，市政府向宜源居承諾過置換土地，是因為宜源居公司只要地不要錢，政府同意並盡可能滿足宜源居公司的要求，未實現是因為國家沒有置換土地的法律規定，不存在不作為。新州市中院審理認為，朔州市政府實際佔用了宜源居的土地，未按照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程序收回土地，且多年來未採取補救措施，構成不履行法定職責。2021年10月15日，新州市中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朔州市政府於60日內對宜源居請求重新作出處理，駁回了宜源居公司補償經濟損失的訴求。實際上啊，法院的判決是各打50大板。宜源居要求賠償經濟損失，法院是不支持的。法院要求對吧，政府履行協議，就是你把地跟人換了，你把人家地占了，那現在給人家找一塊地。說然而就在這起行政訴訟正在進行時，朔州市把2010年
承諾置換給宜源居公司的就是那塊地啊，45畝土地給賣掉了。全國公共資源交易平台信息顯示，這塊地掛牌起始日期2020年10月11日，即宜源居公司異地起訴朔州市政府2天之後，成交日期2020年11月10日。這也意味着，在一審尚未開庭時，朔州市政府已正式撕毀了就是置換土地那個文件。二審結束之後，宜源居和朔州市政府又開始了漫長的談判，結果是朔州市政府難以協調置換土地，可行的方案是給經濟補償。2023年6月，朔州市政府授權朔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對評估公司進行公開招投標，對涉案土地地價進行評估，涉案土地估值為9884萬元。然而，朔州市政府並不認可這份由政府招標的公司做出的評估報告，於是新州市中院又摇號選取一家評估公司進行評估。2024年10月，評估公司給出的結果是估值為8961萬元，實際上差不多啊，就差了個800多萬元。孙曉東認為啊，有了新州市中院組織的評估，朔州市政府應該沒有理由再不執行判決，但他沒想到迎接宜源居的是一場拉鋸戰，就是反正政府耍赖就是不執行，你法院能怎么着吧。2024年10月15日，在第二次評估報告作出之後，新州市中院致函朔州市政府，責令其履行山西省高院的判決，但朔州市政府仍無动靜。2024年11月5日，朔州市中院向朔州市政府送达了预取罚通知書。你看异地法院啊，新州法院给那个朔州市政府要执行，措辞严厉，认定朔州市政府属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法律文书中的確定義務，如繼續拒不履行，將把朔州市政府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9天之後，新州市中院又對朔州市市長吳秀林做出了預取罰通知書，如拒不履行，法院將對吳秀林處以每天50元的罰款，並向山西省檢察機關以及山西省政府提出司法建議，如10日內還不履行，法院將做出正式處罰決定。這次朔州市政府有所反應，向新州市中院申請延期3個月再做出處罰決定。這個一般的基層政府的這個市長、縣長或者是鎮長、村長是那一級政府的法人，就像那個企業一樣啊，企業有法定代表人，所以你這個企業欠薪欠債，法院判決不僅要判這個企業，還要判這個法人，對吧？要限高，企業是什麼老賴，所以就這個新州市法院呢，那就抓住了這個市長，你市長是你朔州市的這個法人呢。除了法院之外，宜源居還向內蒙古、山西商會尋求過幫助。孫曉東是內蒙古籍企業家，時任內蒙古山西商會常務副會長。龔占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商會早在2023年年底就向朔州市政府發過求助函，但是沒有回復我們。龔占義稱啊，為宜源居，商會還向山西省優化營商環境、促進經營主體發展工作專班發過函，後者十分重視。2024年4月18日，山西省營商環境督導組到朔州參加朔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政企專題座談會。南方周末記者獲得材料顯示啊，山西省紀委、山西省專班督導2組、山西省專班督導5組都派員參會。朔州市參會的有2位市委常委、副市長。內蒙古山西商會也獲邀參會，會上專門討論了宜源居的問題。這個不出我所料啊，這個宜源居的老闆孫曉東啊，那絕對不是一般人物，對吧？能夠調動山西駐這個內蒙的這個商會，然後能調動山西省什麼專班督導組，對吧？專門為他這個問題開會，這不是一般人啊，指不定這裡面有多少貓膩在裡面。孫曉東沒想到的是，朔州市政府還是沒有履行判決。那麼朔州市政府一系列反常行為背後到底有什麼原因？對了，就是廣大網友啊，讀者肯定是比較好奇啊，那朔州市政府到底為啥呢？畢竟你沒理，對吧？就至少表面上看啊，你佔了人家的地，說好了跟人家換個45畝的，又不換，到底什麼原因？2026年1月14日，南方周末記者聯繫先後分管宜源居案件處理事宜的
朔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亮和朔州市副市长黄勇始终为正在通话状态。南方周末记者3次联系朔州市市长吴秀林，其電話無人接聽，也未回復短信。朔州市政府向新州市中院復函裡能提供一些信息啊，什麼信息呢？2024年11月21日，朔州市政府復函新州市中院，解釋稱扎實推進相關程序，不存在不作為、慢作為問題。宜園居2003年受讓土地時價格是3.38萬元每畝，遠低於2023年3月朔州市政府公布的市區基準地價。基準地價中，商業用地價格區間是7.9萬到13.9萬元。朔州市政府在復函中稱，此案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因此需要審慎處理。什麼意思呢？也就是朔州市政府認為當時那個地賣便宜了，3.4萬一畝賣給這個孫曉東了。實際上當時最低價格是8萬，高的有14萬，能夠這麼低的價格拿走這個地，說明這個孫曉東不是一般人嘛，指不定誰從中得了好處了啊。南方周末記者在公開信息中未能查詢到2003年3月朔州市政府公布的市區基準地價。不過，南方周末記者獲得了一份落款於2003年8月28日的協議書。2003年部隊農場向全社會公開出讓時，朔州市政府也是受讓方之一。朔州市政府共計收讓土地1030畝，支付轉讓費2500萬元。以此參照，朔州市政府的受讓價格並未超過宜園居公司。後來，朔州市政府又向新州市中院提出，根據評估結果，宜園居的土地價格折合每畝256萬元，遠超朔州歷史出讓土地每畝最高價199萬元。還是通過關係和領導見個面，給領導把這個心結打開了。2025年12月27日上午，面對採訪要求，朔州市政府一位長期跟蹤處理宜園居事務的領導幹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雙方已經鬧僵了。至於是哪位領導，領導的心結又是什麼，他拒絕解釋。你想想啊，如果你要是這個領導，估計你也是不作為。為啥呢？因為當初3萬多賣給那個人，你也沒佔着便宜，你也不是經手的人，他們之間有什麼貓膩你也不知道。現在對吧，這個地搞來搞去的被換掉了，現在讓你找一塊地，現在雖然土地不值錢啊，賣不掉，但是你說你現在找一塊地，你再去跟這個宜園居去換，對吧？滿足他，這很難啊。你想一想吧，這個市區裡面的地都有數，找一塊45畝的，你找完之後還要給他規劃審批，而且這玩意你天上有衛星呢，就盯着的啊。你要找一塊建設用地給他，反正不太容易，因為這個玩意涉及土地指標。地方政府如果搞出這麼一塊地來，他當務之急是拿去賣錢，給大家發工資，而不是把這個地就履行協議給這個宜園居。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啊？就如果你是新的領導啊，你們過去幹這些事情，我哪知道啊？我現在解決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这么多公務員發不出工資，老師工資發不出，清潔工的工資發不出，對吧？我好不容易批塊地，我不去賣嗎？從2006年朔州市政府提出換地起，朔州市政府迄今共有9任市長履職，那你想想吧，對吧？你得給你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擦屁股，誰願意嗎？我們跟這一任市長反映的差不多了，解決方案還沒落地，新市長上任了，所有的流程又都重新走一遍，就這麼耽誤了10幾年。孫曉東說2024年12月25日，新州市中院再次向朔州市政府送達執行通知書。5天之後，朔州市政府復函稱，對宜園居補償工作有了實質性進展，但因涉案土地在2007年調整了規劃條件，容積率由 1.2 調整為 2.1 到 2.3， 涉及國有資產流失時和財政紀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在新州市中院和朔州市政府10幾次的文書來往中，朔州市政府這份回復函具有標誌性意義。在此之前，朔州市政府還在尋求實質性履行判決。在此之後，朔州市政府與法院走向事實上的對抗開始了啊，也就是2024年12月25號開始，政府和法院之間公然對抗了啊。前面還在協商，說法院的判決我們想辦法履行，後面就是公然對抗了，你能把我怎麼樣？南方周末說啊，例如新州市中院通知朔州市政府，按照山西省政府規定，涉党政機關執行案件，被執行人需要
填報拖欠企業賬款台賬。而2025年2月27日，在給新州市中院的复函中，朔州市政府称，本案在未有結論之前，從法律上仍屬於行政爭議，尚未進入黨政機關拖欠企業賬款的階段。審視兩級法院的判決屬於行為判決，而不屬於給付判決，不屬於向平台填報的範圍。也就是說啊，這個現在不是各個地方不是國務院要求的嗎？要解決這個拖欠賬款呢，就是拖欠企業的應付賬款。那按道理，法院判決了，認為你這個政府就是欠醫院局的錢，那也屬於賬款，你也應該申報的這個平台。哎，人家地方政府說這不算，你這個判決不算啊，還有待爭議。更為重要的是，朔州市政府在這份复函中稱，新州市中院對本案的執行裁定缺乏依據，提出了執行异議。政府要把这個法院的裁決判決啊要推翻了，認為你這個有問題。在同日送達新州市中院的執行異議申請書中，朔州市政府陳述了理由，認為新州市中院代替行政機關做出了實質性的處理決定，違反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職權劃分和各司其職的基本原則。新州市中院執行裁定超越了執行階段的職權，要求撤銷執行裁定。你看啊，那言下之意就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你是司法機關，我是行政機關，咱們各司其職，對吧？井水不犯河水，都是為人民服務。在這份申請書的結尾，朔州市政府寫道，執行裁定存在影響了朔州市政府依法履行法定職責，也涉及人民政府對人民法院的態度。你看看啊，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態度。医院局的訴訟代理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啊，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西州市中院對朔州市政府的執行異議申請書並未按照法律流程進行處理，就沒有下文了。而朔州市政府申請撤銷的執行裁定，恰恰是該政府建議新州市中院做出的。2024年12月30日，新州市中院作出執行裁定，裁定朔州市政府向医院局補償8961萬元。而根據朔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出具的情況說明，新州市中院是應朔州市政府的建議才做出這份執行裁定。朔州市政府態度為何發生如此改變？南方周末記者獲得一份內部請示報告卡，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到底什麼原因呢？怎麼市政府又要求新州中院，对吧？要判決賠8900萬呢？新州市中院於2025年1月3日向朔州市政府發文，要求再次執行判決。2025年1月10號，朔州市市長吳秀林批示，朔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要積極作為，企業的合法利益應予以保障，同時要確保在國有資產不流失的前提下，依法合規予以解決。而在醫院局的訴訟代理人看來，這份批示難以落實。他分析，解決醫院局的問題只有兩種途徑：換地或經濟補償。換地無法落實，經濟補償又被朔州市政府認定國有資產流失，那解決問題的兩條路是不是都被堵死了？實際上這就是市長玩的這個叫推卸甩鍋，實際上他不想解決，所以他批示給這個下面的自然資源局，對吧？要認真依法落實法院的判決，也就是把難題推給下面了。你下面怎麼執行呢？要麼換地，沒得換，沒有；要麼是賠錢，沒有。賠錢就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你這不就是賴嗎？哎，這個自然資源局也壞得很啊！哎，你既然市长是這麼批的，對吧？那我就你說經濟補償，那你就法院判決到底要賠多少錢，對吧？你法院判決賠8000萬，那我就到時候就向政府申請要8000萬賠給這個醫院局，所以法院立馬給他做了個判決，對吧？第三次找人評估完之後要賠8900萬。好，你不要這個數嗎？法院判決嘛，這樣不涉及國有資產流失，這是法院判的。結果呢，又是在政府這兒過不去。說來說去就是上面這個領導他就不想解決這事。為什麼不想解決？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反正我在這就幹3年，我再耗個1年我就走了，你愛找誰找誰去。在我這事兒沒解決，就是沒有功勞，我也沒有過錯。大家理解這意思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萬一我這兒同意賠了9000萬，後面人要這個算後賬，秋後算賬，說不定把我給牽連進去了，還以為我在裡面有什麼好處，對吧？那所以說對這個市長來說不解決那就是最好的辦法，拖，對吧？誰愛解決誰擔責任。反正我这個批示我這個指示是四平八穩的，符合這個紀律，符合這個政策，對吧？一，非常重視企業的這個欠款，積極批示；二，對吧？也國有資產也沒流失。南方周末說最後通牒，眼看執行無望，醫院局
將求助的目光投向山西省营商環境督導組。2025年7月18日，山西省营商環境督导組致函朔州市政府，要求朔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宜源居公司的情况。朔州市委、市政府领導都对来函做了批示，但从寝室报考卡呈现的信息看，領導的批示為流程性批示，並無實質內容，對吧？這就好理解了啊！我剛才說過了，誰也不想擔責任，都指示下面依法辦事。1個月之後，獲知批示情況的孫曉東來到忻州市中院，要求法院強制執行。2025年9月，忻州司法系統與朔州市政府進行了一場激烈的交鋒。9月9日，忻州市中院向朔州市政府發函稱，自2024年1月10日，該案進入執行程序，已歷時1年9個月。朔州市政府於2024年12月30日申請延期執行3個月，並承諾力爭在2025年3月31日前全面完成執行，但案件執行仍未有實質性進展。忻州市中院称山西省高院要求定期對1年以上長期未接案件和涉党政機關案件進行清理，本案也在統計範圍內，並多次被山西省高院督办。忻州市中院要求朔州市政府一次性徹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這是忻州市中院給朔州市政府的最後通牒。1星期之後2025年9月16日，朔州市政府回復，市長及分管副市長均在北京參加培訓學習，待分管副市長培訓學習結束後，具體研究相關事項，面看執行無望。宜源居向忻州市人民檢察院申請了檢察監督。2025年9月25日，忻州市人民檢察院向忻州市中院發出檢察建議書，稱本案執行超限，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建議忻州市中院及時採取有效執行措施。忻州市人民檢察院建議書引起了朔州市政府的重視。2025年10月21日，朔州市市長吳秀林作出批示，意見為由2位副市長召集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市政府法律顧問、朔州市法院和檢察院研究，尊重歷史，依法行政，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你看他這個批示他這個批示就是又把鍋甩到下面去了，叫尊重歷史。什麼叫尊重歷史依法行政，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那這句話一加呢，就相當於叫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吧，到時候國有資產流失你們擔責任。孫曉東沒想到的是，2025年11月7日，朔州市政府又向忻州市中院提出執行異議，再次陳述了忻州市中院代替行政機關做出了實質性的處理決定，宜源居公司受讓土地價格過低這2條具體理由。2025年12月25日，山西省高院向忻州市中院送达督促執行令，要求忻州市中院積極推進案件納入2不1欠。這個2不1欠什麼意思我給解釋一下叫新官不理舊賬、政策不兌現、拖欠民營企業賬款3類政府失信問題，清理拖欠企業賬款等專項化債機制，必要時可發出納入失信通知書。截至發稿，忻州市中院尚未對朔州市政府執行異議作出裁定。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召開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加緊清理拖欠企業賬款。隨後，國家發改委、中央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門表態，將就此協同發力。2025年12月13日，國家發改委公開表示，目前改進提升營商環境的最大動作就是清理政府欠款。看到這些新聞之後孫曉東再次向朔州市、山西省相關部門寄送了反映訴求的材料。好，這就是南方周末報道的這個叫民告官，孫曉東就是老百姓呗，但是老百姓我打個引號民告官，然後政府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怎麼說呢？我來談談我的看法第一，就說明依法治國這個路還很長，依法治國遠遠不是那麼說有個法律有個条文，对吧？然后你去加强执行就行，不是那樣子的。實際上涉及了權力監督、權力的怎麼互相制約，沒有監督，沒有互相制約，你條文列得再好，列得再清楚，對吧？你再去依法去都有問題。你就像這個市長你拿法律是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的就是對吧？社團的紀律，到時候給他來一條不作為，你其他的你管不了他沒有錯誤大家記得吧？或者是聽說過吧？那個領導簽字，橫着簽、豎着簽、斜着簽都是有講究的橫着簽表示同意，对吧？豎着簽表示還要研究研究，斜着簽就表示不同意。你別管他寫的什麼話那話寫的是模棱兩可的，就像這個市長多次批示一樣的，那寫的都是模棱兩可的，讓下面人摸不着頭腦。什麼又要依法辦事，又是要尊重歷史。
最後來一個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对吧？那個簽名是橫着簽的，還是豎着簽的，還是斜着簽的，還是拐着彎簽的，那代表的態度不一樣。這個恐怕很多人也略有耳聞吧。這第一個啊，所以說叫依法治國啊，其路漫漫啊，路漫漫其修遠兮啊。第二個就是什麼呢？你看啊，這個孫曉東不是一般人，就像很多那個民營企業家一樣，2003年啊，那個時候對吧，就能跟政府勾兑，以這個比市場價還低的價格，能搞到那麼一大塊地。2003年啊，你說這裡面沒有問題，恐怕沒人相信，尤其是後來的這些市長都門兒清，對吧？這9任市長，你說誰會給你解決這事啊？上面又打了9道補丁啊，誰願意來趟這個渾水啊？所以不作為，拖到自己調走，对吧？這就是勝利。第三個啊，這個孫曉東他的能量可不小，他能逼這個新州中院去強制執行，然後又能到這個山西省高院，然後又能調動新州市檢察院，然後還能調動那個商會為他，對吧？還有什麼营商環境督導組，就說明他後面有高人給他指點，他這個人脈資源很廣，不是一般人。我告訴你啊，那法院執行的案件多了去了，大家天天听節目也知道，对吧？你看那個恒大的好幾百個案子，对吧？都是上億的，好幾百個，贏了就贏了唄。法院執行很簡單啊，就上去找一找你有沒有資產，有資產給你查封，沒資產就算了。半年以後呢，6個月叫終本執行，就終止本次執行就算了，你知道吧？而這個孫曉東，對吧？他這個移園局不依不饒的能一直搞到現在，法院都沒有終止本次執行，說明什麼？說明他後面能量大呀。你去打官司，你看看吧，你要贏了，法院他给你執行就是走個程序，他就把被執行人名下啊，通過那個大數據，通過他那個一個平台一查啊，你銀行卡裡有沒有錢？沒錢，我給你凍結一下。然後你名下有沒有房子？沒房子，那算了。有房子我給你查封一下，沒房子就算了。名下有沒有車啊？他法院有個系統啊，可以查的。如果那個系統查不到，那就算了，你这個案子執行就結束了。自然等到6個月以後就通知你啊，這個案子執行結束，終止本次執行。然後說你以後如果你要找到他有財產，你再到法院來申請這個叫恢復執行。那你說孫曉東他能折騰到現在，一個中院然後高院幫他忙前忙後的，說明什麼？能量不小。所以這個不是普通的民告官呢，這個涉及到，對吧？各種在暗處鬥法。我告訴你啊，作為這個市長和市委書記這一任的啊，他們只聽上面的，他直接領導的或者跟他有關係的垂直的上面領導指示，他有可能去解決，頂着壓力。也就是誰解決這事誰背鍋誰擔責任。所以說你要找什麼旁支，比如說什麼商會的或者是其他領導不直接管的過來帶話，那你越這樣他越緊張，他越不給你，因為他知道这後面水太深，你只能找直接領導，比如說山西省的副省長、省長或者是什麼，他指示，对吧？批示，那這個朔州市的市長他就得辦。這個和美國不一樣吧？美國法院判決，對吧？那特朗普都得判你特朗普關稅違法，你就得把錢退給人家。但是咱們這兒呢，你看法院判了也沒用啊，沒人執行啊，你法院能怎麼着？你法院能派法警去把政府給封了嗎？不敢吧。所以這個南方周末啊，對這個朔州市啊民告官這個案子，法院跟政府鬥法，實際上就是反映當下啊咱們這個依法治國的一個狀況。再聯想到啊，這個野蠻人姚振華，對吧？他實名舉報蘇州下面常熟是吧？法院也是執行啊，也是執行的案子，對吧？你就知道現在這個司法這一塊到底是什麼個情況？怎麼解決呢？解決不了，只能從根上解決。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